欢迎收看《台湾世界》，我是阿斌张伟斌。咱讲哦，食汉药本地是要来用了治疗治病，然后无想到讲会食出问题的地区，身体是来中毒，染到超标的这个盐，然后这个汉药药品掺着猪血，即阵有超过21个人严重中毒吼。每一个个案要带大家先做回来了解啦吼。首先，咱来看到是前台中市的这个议长周丰年这口罩啦吼，一家伙啊4个人食汉药，食到这个严重毒啦吼。另外咧，咱嘛讲到这个前国民党的这台中市主委陈明正啦吼，伊的太太因为着癌，想讲啊食汉药会当互这个化疗这个身躯哦，当放较轻松，无想到讲这药啊一食落去。抗癌无成，颠倒爱来解毒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民进党这台中市议员哦，李天生，伊这个看守嘛讲吼，食这个盛唐中医的这个汉药啦吼，这个安怎咧？咱看到有这个气化、这个反乌啦吼，另外反应变较混沌去啦吼。所以咱看到，伫咧盛唐中医这吼是先查出来，但是这一个查落去，系啊，咱看到讲这个九福中医彰化。阁有人哦，一口罩4个人食这个五宝粉啦吼，食出来，咱嘛是共款看到吼，是严重毒这个部分。但是另外，今仔日上新啦吼，咱看到康源中医伫咧昨啦吼，嘛阁查出来，啥会用到这个咱讲已经禁止的这个药，或者是猪血啦吼，这款禁药掺伫内底，无管是你用食的，还是讲伫外口用这个大用膏的啦吼，这拢是袂使。啊，进一步咱阁去甲追查，是安怎这个供应商。啊，过去我15当前都已经来禁止啊，是啊，即阵佫提出来做汉药来去使用啦吼。这个公司或者是新良啦吼，所以至少已经有21名这个病人受害。台中市即阵法制局吼已经成立着这个下局处这个单位，要来帮助因遮吼，因为咱讲已经21名要来拍这个团体诉讼吼，咱就来讲着这回这个乌心汉药安尼小连续来逼出来，到底对这个汉药这个信心安怎过来徛起？今日透过节目，咱做回来讨论。首先，要来邀请咱3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到台湾中医职业环境改革协会理事长蔡玲仪。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咱要邀请到台湾中医药这个品质学会理事陈冠仁。主持人好，大家好。再来，来邀请到咱讲这个汉药这个权威啦吼，是中京大学吼中医学系这个兼任副教授。过去咧嘛是咱前这个中京病院中医学和这个药剂部主任杨英贵。主任你好。好。是啦，咱讲到这回这个案件，相信伊敢若是个案就好啊。咱先请这个蔡医师啦吼，今日咱嘛开到这个记者会，为着要中心吼、中进啦吼，咱讲这个用药人还是讲吼，过去一直咧看汉药，这个人的这个信心，尤其咱讲即阵吼汉药病房啦吼，还是讲诊所落3成。其实哦，主要阮这事件是发生伫台中啦。是啦吼。我相信台中可能中医诊所较有感觉。OK。即马伫其他的县市是还无讲有即个事件出来。OK。所以讲，我相信即马台中是风声鹤唳。有影，这个大家拢惊吓啦，尤其咱讲吼，本地是1间尔，尾像咱看一2间，搁即阵第3间啊。尤其咱讲吼，这个供应，这个药商或者是新良公司啦吼，检警已经继续来去调查，咱嘛要带先这个观众朋友来看讲吼，这个调查的进度。到底安怎进行？先做伙来看。12起由检警甲卫生局调查的康仁中医诊所，12早起也是照常营业。不过要到的时阵，医生亲身出来打休困的公告。没有，在调查中我就说先讲，好不好？到下晡，民众去探问会当互医生看的时间，诊所的人员表示会搁另外通知。明天再来吗？还是我们再通知，打电话通知好吗？患者听到真实的医师涉嫌违法使用已经防禁用的猪血掺入去药仔内底，是唔敢相信。他这是针灸，大的外伤的。台中市卫生局配合台中地检署侦办调查中药材甲药仔重金属超过标准的案件，发现限量药业除了提供猪血和盛唐，甲九富中医诊所，还阁提供予北屯区的康仁中医诊所。医师坦白讲，伫咧106年到107年之间，有提供予患者使用。台中市卫生局以违反医师法罚12万，而且下令要停诊1个月。嘛以违反药事法移送地检署，检方侦讯了后，医师张胜维是以10万块交保。张医师违法使用朱砂，且未详细记载用药内容与病例，以违反医师法，共裁罚12万元。
并要求张医师停诊1个月，静待司法调查。另外还移付医师惩戒委员会惩戒。台中市卫生局表示，到8月11日为止，去病院做检查的人有173个人，汗药的检体有267件，会内底验的量超过标准的有16个人，拢是食性当中医诊所成分不明自费的药粉，甲用纸的汗药，还佫有救付中医诊所的天王保心丹、甲珍珠五宝散。因若含量药业的注射，敢也有流去其他的所在，还佫伫咧调查当中。台中市卫生局提醒民众，因为注射早就去互禁止用伫咧药材内底，若是捌食过性同、救护、甲空人这3间中医诊所自费的药啊，若是有疑虑的民众，会当甲卫生局申请检验。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啊，咱讲到吼，这个药啊是3分毒啦吼，每一种药啊拢有伊这个偏性伫。咱讲用这个汉药嘛是有这个风险伫的，但是真正好好用药就无代志啦吼。咱继续要来请教咱这个理事啦吼。头拄咱嘛讲到这个台北这个地区啦吼，可能对汉药是不是也有讨论咧？讨论即摆的状况嘛是算是也是袂歹啦，也是袂歹。嘿，是因为即摆即个案件是个案啦吼，并唔是通案啦。所以你相信这些是个案，是台中地区安尼尔。是 OK。就是像讲咱即摆咧讲的吼，即摆新闻报出来，天王保心丹吼，甲五宝散，伊这按照咱的高峰来讲吼，伊应该拢是有即个朱砂啦吼。啊，但是因为朱砂伫民国94年的时阵已经禁掉啊啦，啊，所以自伊禁掉以后吼，佮继续有咧用。一般来讲，伊就会去朱砂啦吼，就是把朱砂去掉了吼。像讲即摆吼，咱有咧用的药啊吼，像讲即个吼天王保心丹嘛吼，即摆嘛是这是即摆足侪中医咧用的药啊哦，但是像即款吼，这间药厂是生产的即个药啊吼，伊都无即个朱砂啦吼。啊，像讲五宝散啦吼，即摆嘛是足侪药厂搁咧用啦吼，搁咧生产，这嘛是拢有药证的吼。是。它赶快吼，它也是要去朱砂。OK。所以朱砂，这个其实在我们现在，如果平常我们的民众哦，若是有咧食汉药，有看到你的药单内底有天王保心丹，是，啊是讲你有五宝散吼，啊其实先莫惊啦吼，嘿，免伤惊啦。就是咱讲头拄啊，这3间才有掺的啦吼，啊其实伊有用到其他，咱先带大家看讲，到底朱砂是啥物款的这个物件吼？朱砂咱看。伊是一个矿物尔吼，是一个吼，亲像这个天然的这个矿石啦吼。啊，过去会当用伫这个汉药内底，用到啥？就是你这个较歹困吼，安心啦吼。啊，但是买手咧是防禁止吼，当时禁止，咱等下再来讲。啊，工业上吼会当用做涂料啦吼，去画图的，也是讲吼，咱讲目睭的这个部分，拢会当用到这个朱砂啦吼。啊，但是伊含有这个啥物汞啦吼，就咱台语讲的这个水银啦吼，真正。有伊的这个毒性的成分伫咧，所以呢，这个朱砂若是中毒，有啥物症头？这个有分急性的，有分慢性的。急性就是你的肠胃啊，还是肝啊，还是腰子啊，拢会出问题，还是讲心会烧啦，还是讲这个心烧、心绞痛等等。啊，慢性的就是你这个口腔吼有这个金属味啦吼，啊气汗会出血。啊，另外咧讲吼，你会想要吐啦吼，还是讲这个腹肚会无爽快。另外咧，按照规定，2005年就是咱讲15档进前已经开始来禁止食用啦吼，袂当公开来去卖吼。另外咧，医师也会当使用，但是咱讲2010年开始，医师嘛吼禁止来使用吼，所以本身就是一种禁药。啊，这回更较害就是讲，咱头路讲到这个新良公司啦吼，可能。这个人要甲伊讨这个朱砂，但是伊掺啥？伊掺铅丹啦吼，就是咱讲的红丹啦吼。所以咱要继续来请教教授啊，就是一般咱伊讲这个咱讲朱砂已经禁用啊，但是咱即阵查出来，毋但是盐中毒，还有咱讲的这个水银中毒啦吼。所以这件案件即系逼安尼啦吼，咱继续请教教授。朱砂呢，以前的时阵是爱过经过泡解，是，这泡解了水杯了的时阵，伊个内底啊，做杂质较无，是所以伊个毒性较少。OK。但是了后呢，朱砂咧泡解的时阵呢，无照古早的泡解方法，所以伊内底有个物件啦，伊变较毒的物件。是，嘿。所以，达拄啊，迄个陈医师咧讲的时阵，就天王保心丹，啊，甲迄个一寡药丸嘛。啊，就做了的时阵，伊迄药丸5口用过迄个朱砂，这朱砂拢有经过泡解。有影吼。因为朱砂来源有几啊种嘛，一种有泡解，一种无泡解。是。另外一种是
人去合成的，人去合成的，就是咱咧讲的就平口疽，是平口疽就是人去合成的。有当咱咧做印尼咧用的，迄物件，印尼咧用的遐物件，因迄免食，是。嘿嘿。但是问题就来啊，就是咱讲吼，这个2005年已经禁止啊，啊2010年嘛，讲医师袂使使用，啊到底这原料安怎来？原料嘛是大陆来，嘛是大陆来，但是伊迄内底就是伊用途无共，啊所以你若中医师应该是免卖，啊迄个中药商嘛免卖。所以即阵是掺这个禁止，算禁止，禁止的药可能是有诶。对，禁止的药啊，所以你有诶买的时阵，你讲啊，我要买注射，啊伊想讲啊，你要注射，伊就用迄个盐啊，盐丹就是咱咧讲的迄个黄丹，啊黄丹就是普通是咱咧做铁生锈的时阵，先去用黄丹，互伊未生锈，那个落油菜，是，嘿，所以伊内底杂质足济，OK，嘿，啊内底主要是迄个盐，嘿。甲注射无共，甲注射无共，但是因安尼目睭看是毋是？目睭我都看出来，但是伊内底迄个色较无共。是。注射的色是迄个叫做红色的。是。啊，但是盐的物件就要暗度，无共。有影啦吼，所以咱咧讲吼，这个新量公司是安尼，咱讲吼，可能有当时也是要家讨这个注射，但是伊互伊这个签单吼，都是这个黄单嘛好，还是红单嘛好啦吼。继续咱先来请教理事啦吼，其实你头拄也嘛有讲到，就是这个注射也是讲烟单吼去掺落去，啊，但是有当时我要去甲新量讨的时阵，虽然已经禁止啊，但是我为着要避免讲啊我袂禁药，所以我互你烟单，但是吼掺入去，咱讲汉医师内底要添加，要甲伊掺落去，代志就出来啊。是，啊，其实吼，即摆吼，讲实在啊吼，咱若是要用原方嘛，无一定爱用到即个注射啦。OK，哦，像讲咱注射主要都是宁心安神嘛，吼啊，会互咱的困眠较好势嘛，吼，哦啊，若是要有即款效果吼，嘛有真侪药会当代替，像讲即个酸枣仁啦，吼，酸枣仁吼，伊这嘛足好的药啊啦，吼，是啊。即个茯神呐，吼，伊嘛是茯神嘿，伊嘛是。茯神甲这个茯苓有啥物关系？哦，茯神吼，伊甲茯苓吼是同一款植物啦，吼，嘿啊，但是伊是根部的部分啊，有一个木头这样子啦，吼，啊，它这个对安神也很好。那像讲即个柏子仁呐，吼，伊嘛是会当有即个好够啦，吼，啊，叶胶藤嘛会使，吼，啊，像讲远志嘛会使，吼，啊，石菖蒲嘛会使，啊，所以其实会当。替代药也是足济啦，无一定爱用注射才有当有即款效果啦。是有影啦吼，所以这个注射真正已经互禁用，但是我头拄仔问题，过来请教蔡医师啦吼，就是咱讲吼，这回会有出问题，就是咱讲吼，注射甲签单，啊是讲盐单吼、黄单，然后就是讲我用这个物件，但是这个药厂新量公司互我无公开的物件，所以我查出来是盐啊甲这个水银拢有。但是即阵有当时也是即个水，也是讲盐中毒的即个成分较悬，这要哪去处理？其实因为注射内底若是有好好泡者，是袂讲盐的成分遐悬。有影。虽然讲伊是个矿物，是啊，毋是讲纯的物件，有小块一点点的盐在内底，是，但是真有好好泡者了后，应该是较袂，但是即届就是伊用毋对的。药啊，是哦，伊根本就毋是注射互伊啊，伊是即个黄丹互伊，所以讲伊黄丹主要成分就是盐啊，用了一定会中毒。是哦啊，阮这已经有讲说注射是禁用，我遮有这禁用的药啊的表，啊，但是这黄丹。有，就是讲，这个今仔日咱看到是吼，这个8月初3啦吼。对，这是8月初3，才发现的吼。才发现的。就是讲代志出来，啊，佮一届提醒到这个汉医师。中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伊发现提醒阮中医师，是，即马这注射是禁用，但是烟弹伊是。禁止内用，就是讲袂当食的哦，但是讲外用要顾，拢会使。是啊，佫会使。OK。所以讲即马阮遮伊
伊即马讲是讲误用啦。 OK， 用唔对啦，用唔对去，真正的，相信真正这是咱头拄讲的这个个案吼。但是咱看到，伫咧台中遮已经3个这个汉药这个诊所已经出问题，啊，是毋是会搁别个开？咱嘛是要继续来观察啦吼。但是咱要讲到的，就是咱讲有这个天王保心丹也好啦，还是讲这个五宝散，拢有含着注射，这是较过去的这个讲法啦吼。其实咱看到吼，这是这个九福中医诊所，还是讲这个较一般咱咧用的这个偏方啦吼。 这个五宝散也好，还是讲头拄讲这个天王保心丹，过去真正有这个注射这个成分吼，都是用着注射作为这个外口这个部分吼，互伊看起来是红色红色安尼啦吼。但是伊的这个功效，拄则有讲着可能是较安心肝，但是有这个替代用药。但是咱讲即阵的这个科学中药，还是讲吼一般这个药材内底，拢已经甲这个注射这个成分拢甲摕掉去啊吼。所以咱甲看到。 这是咱讲的这个基米病院哈，应用着这个顺天堂的这个科学中药来去看吼，其实内底拢无这个注射这个成分吼，所以真正吼，大家用药啊，用汉药的这个信心也是爱个维持的啦吼。咱慢要继续来传讲，其实咱嘛有看到。 亲像咱讲蔡医师今下晡才开着这个记者会，为着要吼鼓励真正这个信心啦吼，啊有诶做一寡这个检验的，啊嘛有当吼一半这个补助费用，拢是咱讲专业费再来补助啦吼。咱等下再个请教蔡医师，咱先要带大家来看讲吼，这个中正信心有影真正做会到吗？咱先做回来看。 台中小连续爆出中医重注射入药，互病患严重毒的事件，嘛冲击到民众对中药的信心。中医师专联会理事长郭富用亚裔2字来形容涉案医师，批评非法使用禁药，牵连全体中医师。极少数的个案，他牵连了大家，将近8000个中医师会因为这样子的声誉受损，他非法私自添加禁药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我想这就是虚臾犯法。 那当然，这要交由我们的司法机构对他施以该有的处罚。中医师工会专联会指出，最近发现民众就诊率明显落来，烦恼有慢性病的患者家己停药啊，影响健康。目前在整个全国的中医医疗院所平均大概也减少了有20%左右了哦。那我想民众会有疑虑是应该的。 中医师工会专联会顶日嘛甲消基会做伙召开记者会，进行重大的宣示。对8月12日开始，民众只要是伫合格中医诊所就诊，摕到药材送去消基会检验，专联会就会补助检验费的一半。全联会呢，其实今天跟我们一起举行这个记者会，最主要的一个目的的话呢，是要来做一个重大的一个宣示。好，全联会说，只要消费者送来消基会检验。 他们愿意补助1半的检验费哈。根据消基会最近5档中药委托检验西药甲重金属收件统计，其实残留西药的问题较严重，418件检出72件有西药的成分，591件检验8件重金属超过标准。啊，若检出西药的中药来源，大部分拢是来源不明，也是其他。 消基会嘛呼吁政府，即届发生禁药事件了后，应该全面稽查市面上的中药诊所甲药局，避免有不肖业者私藏禁药。嘛呼吁民众毋通使用来路不明的药材，对合法诊所用药若是有疑虑，就会当送交消基会来检验。记者综合报道。 是啊，咱嘛讲到吼，真正伫咧这个边境的这个管理吼，药啊，因为咱讲这个汉药一般拢是这个进口，伫咧边境的关卡遮吼，会做一寡这个抽样吼来检查吼。另外，就是药厂家己嘛来做，另外嘛，佮有这个 GMP 的这个药厂的这个认证，啊，佮有这个政府无定期去做检查，但是这回出问题，上大的问题是啥物？咱请教授。即马浓缩中药，迄个浓缩药厂啦，因还未进药啊进前啦，因拢先去看药材好歹。 是，吼，甲有盐有超过无，水银有超过无，这拢有做。OK。然后做出来药啊，佮检查一届。嘿，所以基本上应该拢无问题。OK。这方面拢无问题。啊，即马有问题就是讲遐个药材，因为药材那农产品的一批一批来，有诶有验着，有诶无验着。啊，政府即马就是伫迄个关外有哪有去验，啊入来内底佮验。 但是这个数目无法度讲所有的
中药材总验啦。OK，拢用抽的尔啦吼，无通一批一批拢验不到。有几项啊，一定除批像迄个菊花、菊花啊，啥物，是拢有咧规定啊。迄特别啊验。是，但是咱嘛有看到讲吼，其实这回这个问题，真正可能是这个个案尔吼，但是可能查起哩，真正要甲机会啦吼，尤其咱讲这个台中市。安尼就好啊，莫个看到这个其他的这个县市去啦吼，尤其咱讲有台北的，啊，搁有这个桃园的，咱看到嘛是会惊。咱头拄仔讲的，这个毋是这个第一期看会到啦吼，真正若是讲这个新闻一直架落去，真正这个台北、桃园拢会受到影响啦吼。所以这个检验部分、甲医疗的这个部分，如果回倒转来，咱咧讲吼会参这个注射有伊效用伫的，但是敢讲这个汉医师伊本身惊讲伊个医术无够，才会参这嘛，咱先请咱的律师。我咧想啦吼，因为即个台中的医师，伊其实嘛是足资深的啦吼，嘛真出名啦，足出名啦吼。啊，可能伊较少年的时阵都有安尼咧用啦。就是这个咱头拄讲的，这个2005年就开始用，进前就咧用的习惯啦。OK。可能伊阵用的效果嘛袂歹，就继续直用，这咱就较无清楚。或者可能爱检调查以后，咱才会知。是。但是因为这个药啊，已经伫民国94年的时候已经是禁掉啊吼，理论上应该是袂当去使用啦吼。我相信大部分的中医师嘛，无咧用这款药啊啦吼，因为药啊会禁掉，一定做一个原因啦吼。伊有伊好用的所在，但是伊嘛有歹管理的部分啦。将来若是讲有法度伫管理的部分做了较好，要去开放来用，安尼嘛会使。但是即马因为也未去讨论到这个部分，吼既然是禁药。禁药都是袂当用的药啊，是啦吼，所以这回的头用药可能真正，你感觉咧，就是讲真正伊的医术，也是医德，伊要拼医术就好，但是虽然讲会当互伊这个名声一个就撑起来，但是随个是害人的性命。其实这注射伊若是正的，是可能袂讲安尼有毒。OK。但是长期在骨册内底吼嘛，伊虽然讲是讲无毒，但是伊是有泡济了后才会无毒啦吼。啊，伊像我拄则讲的，伊毋是纯的物件。若是长期使用，是毋是嘛是会有问题出问题？所以讲，虽然讲第一期咧用是足好用的。可能啦，以早这古册是安尼讲，但是长期若是你无注意到这注射，你长期安尼用落去，是毋是慢性会中毒？是，嘛是有可能。但是因为这阮拢毋知啦，因为阮即马拢无咧安尼用。以早这个古书顶管写的吼，阮嘛讲不确定的对。OK， 遵照古册啦，有当时啊，这个汉药就是吼真正这个古册就安尼写，咱就安怎来用吼。但是有当时啊，迄个定数爱有较泡制过，有无？这真重要。因为现代阮即马有检验，搁有科学即款的科学的概念啦。是。你真正是爱按古册安尼用，是敢是你完全去相信嘛 ？OK。吼，所以讲为着患者的安全，我想即马阮中医师是袂安尼去使用，袂遐大胆安尼该用落去安尼，就是真正遵照古册啦吼。袂安尼。但是咱要来看到遵照古册，可能是中国这个部分啦吼。咱嘛头拄这个教授苏体下先讲吼，这个中国可能吼，这个遵照古册这个部分也是有，尤其吼，逐工亲像你这个面头前有摆两项物件啦吼。若是讲无真正泡制过，这个毒性。也是讲吼，伫咧这个路边慢起来，就去使用落去，差足济，差真济啦吼。先甲咱解说。因为古早的迄个注射，伊迄个龟胆迄个下品，就是算讲伊有毒。有毒的时阵，古早咧医病的时阵是讲大毒的药啊，你医病差不多6分，你就袂用搁用落。你若长期用，就是讲你这毒性。入去身体的时阵，伊咧排袂遐利，你直直入去，到一段时间的时阵，迄毒性就出来。
所以主要是安尼。这是慢性中毒啦吼。对。啊，其实你这个面头前有摆这个两项这个汗药啊吼，先甲咱解说一下。这个较乌的，甲这个吼，可能有这经过处理过，有啥物警察无？这中医内底用量应该算讲真济，因为伊的范围真大，用治病，啊，另外用补身体，所以有的人感觉讲，哎，啊有毒的物件咱用补身体，啊，这是辅助，是，啊，辅助呢，因为足毒的，吼，因为差不多一两粒，可能一粒就差不多有症状啊，有症状，啊，那两粒可能就差不多行去啊 ，OK，嘿，吼，啊，你若泡解了呢变。这泡这品，这泡这品呢，普通有当寒天的时阵，拢用做补药。是。啊，伊这毒性差不多2000倍到4000倍。2000倍至4000倍。啊，内底有一个成分，毒性的成分，你泡解了，可能差不多拢总无去啊。啊，因为伊还佫用伊内底另外一种成分做咱补身体用。是。所以你若无泡起。啊！你根本你就袂用做补身体，你干那用治疗病，啊，治疗病你就袂用用长期的时间。是，无长期甲注射共款，你就袂用长期的时间。长期食就是咱头拄讲这个慢性中毒。毒的物件自古以来无人讲长期咧食。咱搁一摆提醒着这个观众朋友，就是这个乌的甲这个白的这个部分吼，真正是。其实拢同款物件。同款物件，但是有经过处理啦吼。嘿，经过处理甲无处理过。是，咱讲吼，这个虽然真正，咱讲这个药啊，真正是3分毒啦吼，所以真正爱遵照着咱即阵这个医师所讲的吼，袂当家己吼，这个偏远啊是讲网络安怎看，这个咱讲电视安怎看，就起来使用啦吼，安心也好，安心也好，要加入去物件，真正这个医师真正重要吼，所以咱要带观众朋友来熟悉着讲吼，即回这个汗药食落去，啊，现在有人啊，这个起汗啦吼，变乌，也是讲吼，真正这个反应变较混沌啦吼，所以咱要来请教，就是讲吼，这个严重毒安怎来去判断吼？咱等下来随个请3个这个医师来做会讲。咱看到吼，一般来讲，这盐的这个中毒吼，真正无法度尽早来去诊断出来啦吼，所以。有这个血中这个盐的这个浓度吼，咱看到是这个40甲69，咱讲这个微克甲这个分身啦吼。另外就是这个较轻的临床上的这个表现会安怎呢？就是你会较爱困啦吼。另外咧，就是讲对其他这个活动哦，真正失去兴趣啦吼。啊，这个要生的这个能力可能较下降。啊，你嘛有高血压，即个这个情形等等。另外，你的这个血内底这个盐的这个浓度吼是70。甲100这个微克，甲这个分身之间，这个就是中度的这个中毒啊吼。啊，这个临床上的这个表现，哇，开始头痛，这个记忆嘛开始衰弱。另外咧，吼，就是会失眠。另外，感觉这个肠胃吼有这个金属的这个味啦吼，腹肚痛，想要吐，会闭结。啊，慢性吼，你个败肾啊吼，也是讲较欠血。另外，你这个筋肉吼，真正较疼痛吼，关节嘛会去疼痛。另外，这个血中这个浓度盐的浓度吼，若是超过1000啦吼，所以这就是咱讲的这个严重的这个中毒吼，镜头开始会现啦吼。另外就是讲吼，这个尿灯啦吼会发作。另外吼，你的这个面啊会较激光安尼，啊你的动作真正会较反常啊吼。另外嘛会头痛，目睭你会凸出来吼，啊个神经炎啊吼，其他的这个脚嘛会出问题啦吼。所以这个盐的中毒，成年人咱头拄一直讲的是慢性为主啦吼，尤其咱看。即回这个议长，伊可能食真久啊，一口罩哦，感觉这个有效，就去食，但是豆豆食，咱的这个反应就变慢啊。啊，过去咱讲这个议长这个例，因找人叫是伊是这个阿兹海默症，咱先来请教这个医师啦吼。长期使用有即款的这个镜头，尾也拢变这个慢性病，有法度搁救倒来无？其实这严重度应该是有解药，通就是。跟它结合就对了。可能这老师专业来讲教。老师安尼，这个若是严重度长期，有法度救无？你若讲无伤到神经啊，啥物已经无迄个机能已经变化，迄个较歹迄个。OK。啊，你若还袂伤进前，即马有一寡西药的中毒，拢有法度去。直直甲扭出来，所以也是有法度救，但是莫伤到这个神经啦。对，你若伤到的时阵，你转来的时阵，会机会就较少啊。所以咱头段嘛看到这个例啦，就是讲吼，这个咱讲一个主委因太太本地是食药要来抗癌的，
结果这个抗癌无成，爱搁去解毒，所以解毒这部分也是有救的，只要卖伤神经。对啊，对啊，对啊。但是这个部分真正，所以用药啊，真正对着这个医师来讲，真正是伊的这个医德啦吼。到底这个医德有真正落实去，还是讲伊要拼这个医术？咱继续来请教这个理事啦吼，就是咱头拄仔讲的，这镜头有法度救的，拢能救得，但是人若一旦死去，伊可能爱拄着的，毋那是这个药事法的这个部分，可能真正刑事拢爱带责任。咱继续来请理事。是，所以咱即马中医师吼，其实讲实在用药啊上重要，毋是讲哦，我一定爱我有效吼，我厉害，上重要其实是安全啦，是吼，安全是上重要的。这个药啊，若是无够安全，也是咱无法度确定，伊一定是伊一定会表现的状况吼，其实讲实在，咱都应该卖来用伊啦吼。毋管是医生咧，还是讲咱一般民众家己咧食药啊，嘛是共款的想法。只是讲咱汉药医生，还是讲咱药师对药啊较了解，所以呢，这款药啊，伊到底是有毒无毒，伊食到什么时阵爱停，什么时阵会当继续用，咱较清楚。所以咱民众一般来讲，第一吼，就是讲咱食药啊的时阵吼，上好是请教医师，还是咱药师吼，安尼才会较安全。是。第二啊吼，就是讲千万唔能去摕来路不明的药啊啦，来路不明的药啊，讲实在吼，常常有时啊吼，阮伫诊所内底吼，嘛有咱的朋友吼摕药啊来一罐，唔知啥物物件，医生就甲我看卖，安尼我嘛看袂出来啦。电台买的吗？唔知，伊都唔知为倒位来的。来路不明。是一般来讲，像这款的药啊。伊若是摕去互消基会来验吼，验着西药，还是验着咱其他农药啊吼，还是讲重金属残留的机会就非常的高啦吼。所以吼，咱上重要就是讲你药啊来源吼，一定爱是找到的，吼，还是合格的所在，安尼就会较安全。但是这个找到的这个药材，还是讲药源是 OK， 亲像这拢是三间拢是诊所呢，所以这个民众吼。其实，若是你食了真正有镜头开始出现啊，都一定爱来停药。咱嘛看到有这个例啦吼，真正我发现我开始开始混沌啊吼，还是讲头晕目暗，头拄仔食这个镜头，我就真正去体检一下吼。咱头拄仔看到有这个烟中毒，但是有这个烟超标的，也未开始中毒啦吼，神经可能还未伤到，这种也个会当救啦吼。但是咱即阵讲吼，真正民众会当摕到。可能这个药包，你若是感觉啊，这个成分有疑虑的吼，会当亲像咱讲的即阵中医师工会啦吼，全国联合会甲消费者这个文教基金会啦吼，这个8月12就是咱昨看到，这个只要吼，这个线包的吼，那你若是感觉吼有疑虑的，真正有盐也好啦，水银也好啦吼，还是讲咱讲的这个华语的这个镉吼，拢会补助费用一半，咱先来请教这个蔡医师啦吼，这个补助的这个用意真正鼓励互民众，真正你若烦恼的，就去检验啦吼。就是讲，阮科学中药是经会去检验的。OK。因为这拢是药厂做的，因拢有检验过啊。就亲像老师拄则讲的，伊伫进口的时阵检验一摆，做好去检验一摆。是。所以讲这阮是有信心。其实是有4站哦，这个边境啊，进口一摆，药厂家己咧制造 GMP， 还有政府无定期咧抽检。对啊，即马。检验我头拄仔伫记者会有听到讲检验费用啊，就是讲水银是1500，水银是1500，啊个这盐跟镉，是1200，1200。水银就是咱讲的这个汞啦吼，是1500块。另外2种是1200块，啊若是合起来，同时检验是2000。同齐检验是2000哈，所以补助一半就是补助1000，啊，这个是1500到750安尼意思。所以这个补助的这个意思就是讲吼，真正鼓励民众，但是你爱炸什么？炸完整有偌济重量的？敢若是30克
30克内底啊。药包啊，你若是吼30公克的这个部分吼，你就是早去做检验啦吼。这个真正的就是讲有记录的，咱这个专联会吼，加做会来去甲你倒出这个部分啦吼。啊，望讲这个虽然讲检验这个人数即阵真正有较济啊吼，但是这一定爱来去做检验吼。另外，咱慢慢看到讲吼，其实咱讲吼，这个药方成分吼，真正吼范围真大啦吼，爱按照消费者这个需求去做调配啦吼。啊，已经是超过着这个中医师的这个集团吼，啊嘛爱提出着中医师这个制度的这个改变吼。继续，咱个来请教理事，咱再请教教授啦吼。这有啥物部分爱来去吼？真正较完备的，真正吼这个制度化啦，咱先请教理事。是，这个部分伊讲吼，毋是讲超过中医师的一关啦，吼，伊讲的是讲，咱若是去药房掠药啊啦，吼，照咱消费者的需求来配，是这个部分，因为医生袂照消费者的需求来配啊，医生是配真重，还是讲配较济咧？医生大部分是讲啊，因为你的镜头有啥物药啊，阮才开这药互你啦，啊，毋是讲互你点菜安尼啦吼。啊，伊的意思是讲吼，因为咱即马咧管理药啊的部分，照即马咧规范来讲哈吼，药啊都是中医师来处理，啊无得咱药师来处理。是啊，中医师关联会即摆有一款想法，就是讲，若是咱会当有一个中药师的制度啦吼。啊，啥物款的人算中药师，这会当搁较讨论啦吼。但是，若有款即款的制度，吼，那给一款的人来把关啦吼，应该搁较好啦吼。是这个意思。OK， 就是加一个这个，咱讲这个关卡吼，会当亲像这回这个代志。那是这个医师家己去配，搁有第二站来去把关。尤其咱讲吼，是安怎这个有这个自费的这个咱讲药啊，无去家己登记的，这其实是另外一种这个部分啊，就是讲啊，真正我就用着这个自费，所以我无登记。但是若有这个汉药师这个职务，可能这件代志就会较减啊嘛。希望会当较减，希望会当较减。因为即届部分吼，嘛毋是即个部分会当处理的啦。OK， 即届算是个案啦。OK， 啊。制度部分应该无法度处理个案啦，制度部分无法度处理这款个案，因为伊是家己添的啊，伊毋是讲大家拢安尼处理，讲啊，大家都是因为减倒一个关卡，伊都袂安怎安尼是啊，所以这是个案，但是若是有法度有更较好的制度啦，嘛是好的代志啦。是继续咱请教教授啦吼，这个制度一落实起哩，啥物款的这个咱讲汉药这个部分会较矫正。伊即马嘛爱分两部分啦，一部分就浓缩药啊，这部分基本上应该是无啥问题啦。浓缩药就是咱讲科学中药材，咱的药材部分，因为药材部分对外口来的时阵，因迄路线太济咧。是。吼，所以若讲有迄个大盘的，伊若有法度讲做一寡检验啦。啊，有迄个证明和细盘就好。即马因为有的啊做病院有当要求讲啊，你甲出证明啊，但是中药商伊咧买时阵，伊个金额少嘛。但拄仔咧讲过，伊一项1500，是3项4500，拢总验可能超过5、6千。是啊，伊卖你的啊做药材，可能差不多几百块啊尔。伊无法度讲，我为着你，我去做检验，卖你几百块啊。OK。所以伊个费用大嘛。啊，你若讲大盘去做出来，伊有证明互细盘摕大盘的检验来证明讲你个是好的。所以这看下的这个顶下游啊，佮这个介绍哈，所以这个检验部分有当时啊，谁啊吸收，还是讲谁无吸收，啊，这个制度上有法度去。安怎豆改无？可能政府爱来辅导迄个大盘商，啊无有当啊你可能你去抽5、6斤，啊你唔知影5、6斤拢共一斤买，啊你5、6斤的费用就算冤枉去检验嘛。就是讲我真正这个顶油吼，顶部我真正控管好势。控管好势，对啊，你若下底就一定 OK， 所以即马就是药材部分，伊中药商已经拢有一个小包装，小包装，啊小包装伊拢有写伊的店名啥物，所以你若有出代志，你用去甲问 ，OK， 嘿，靠迄个对症，啊你若讲外口迄个药材凊彩去买，迄
一验出来你嘛无对人去找啦。有影，所以这是咱讲这个药材来源吼，有法度去做标示吼。但是这回真正，咱甲算个案就好啦吼。但是这个检验费，头拄啊，佫有一站，咱讲安尼出来，佫有另外一站这个意义存在，就是讲头拄啊，咱讲的可能验这个水银的部分、验验的部分，伊的这个计数就无共。啊，你3个拢总验，就是5、6千起啊吼。所以这个费用真正亲像头拄啊教授讲的，所以伫咧验的这个部分，政府会当去斗3工啦吼。啊，但是咱讲这个咱真正咧职业的这个中医师，也是讲汉医师，也是讲真正这个诊所的经营者来讲，除了你家己有医德吼，啊，这个成本嘛要含伫内底啦吼。你安怎看咧？其实阮就是足望有一个好的制度啦。制度。制度啊，若是讲政府会当建立一个好的检验的标章。GMP 也无够吗 ？GMP 就是讲这中药嘛是一款农产品。OK。甲菜同款。阮咧市场买，阮咧超市买菜，阮拢足安心呢。有一个履历吼。像讲迄有机蔬菜，有一个标章，我会当去甲伊看，产地伫倒位啦，啊，什么人种的，啊是有啥物检验，拢就很详细，去给他表示清楚。是。若是安尼，消费者不管是你经手咧种，是药材，还是讲药局，有比较是进药材进来，啊，消费者不管你是去诊所还是去药局买，拢会安心。因为若是无即款的一个标准伫的，是，大家拢会惊吓。像阮买菜买无即款的感觉，因为阮对这超市咧卖菜是足放心的。但是为虾米阮对这中药就敢若惊？所以讲这是对政府迄站，若是有法度有好的制度。大家用起来就较放心，较放心啦吼。所以这是对咱讲这个医师也好，还是讲这个诊所这个经营者也好啦吼。咱过来请教律师吼，你伫这个桃园市有12间这个连锁较大型的吼，这个控管部分还是讲检验的部分，你有啥物通好建议的无？第一啦吼，就是讲药材的管理吼，上重要就是源头的管理啊，就像咱杨老师讲的吼，源头若管得好。下骹就较放心啦吼，无你无可能叫一间小小的诊所啊，啥物物件拢去验，无可能，你嘛做袂到。是啊，所以呢，即马阮的即个学会啦吼，阮的台湾中医药品质学会，阮有咧设一个讲即个安心药材啦。OK， 吼，那即个部分嘛是咱 GMP 的药厂，咱跟做伙来拍拼咯啊。就这个药材吼，伊就源头吼啊，入厂出厂伊拢有做一个管理。是。啊，用这款安心药材部分吼，嘛会当互民众较放心啦。啊，即马嘛足侪诊所其实拢有咧用这个安心药材啦。吼啊嘛，互这个咱的这个中药的产业吼嘛，变得会当升级啦吼。因为讲实在话，较早期啦吼，药厂啦，或是讲咱咧大盘，伊就讲。啊，我检完半工，即个介绍甲塌落，伊拢无爱用嘛。安尼伊就卖袂出去，伊就无爱做嘛。所以变做讲，咱来甲咱的消费者吼，咱来甲咱的病人讲，咱用较安全的药啊，咱用检验较侪解的药啊，当然伊的介绍会愈优愈悬啦，因为这个费用拢入去啊啦。但是因为安尼吼，一般的民众伊知影讲安尼是安全的，伊去用啊，医师嘛开这款药啊。咱的认定源头，伊就知影讲咱都是爱有这款的物件，伊就愿意去生产更多的这些安心药材。那安心药材它藉由它这几个关卡来把关之后，它把这些较危险的啦吼，重金属残留啦、农残啦、黄曲毒素，全部都把它打掉。有影，但是咱讲这个消费者有分2种。一种是贪俗的，第2种吼是真正亲像咱讲，即阵出代志的拢是自费去买药啊，所以有2种啦吼，亲像老拄仔这个律师讲的，真正我若是要贪俗的，真正安心药材，这个心理吼，爱互这个消费者有一寡这个建设吼，但是这个真正敢开钱的，但是开到这个冤枉钱的，就真正冤枉啊吼，这个性命都危险。咱搁请教这个教授啦吼，其实咱看到这个咱讲利率。也是讲这个药材吼，有这个气作吼，华语讲气作啦吼，这个部分嘛是真介重要啦吼。
对啊，即马药材部分，但拄仔我咧讲的就是讲 GMP 的药厂基本上无问题，但是安心药材的时阵，伊即马出来的时阵普遍无拢足普遍，差不多10种20种尔。10种。那即马的药材中医师咧用啊，差不多300种左右。吼，所以应该是政府来辅导大盘商。OK。嘿，大盘商来做即款代志较好，因为像德国有的迄个中医诊所呢，伊起初进大陆的药材，伊要求就是像大拄安尼，逐项拢要检查。啊，伊的药材介绍呢，就是台湾的超10倍。10倍。嘿，啊，你若讲台湾每间大家拢要求迄个中盘啥物来用，成本袂成本无法度。嘿，成本无法度。是。啊，因为浓缩药厂的药材呢，因为伊真大，所以一部分伊已经流出来，但是无法度讲全面拢安心药材啦。是。嘿。所以我是感觉讲政府若有法度出来，啊，迄个大盘商了甲辅导吼，安怎做，那是讲正确的。因为大盘商，我想可能伊嘛毋是讲调工要卖遐个，毋知大力不明嘿的物件嘛，伊嘛是讲同好有一个利益嘛。是。嘿，啊，但是伊毋知影要安怎做嘛。啊，你若讲政府有法度讲主动联系因哦，因为迄进口啥物人进口拢差不多知影嘛，拢差不多知影。啊，来做即个物件较有意义啦。是啦吼，所以这个政府的这个部分吼，这个角色真正重要啦吼。所以咱讲吼，辅导大盘这种吼是头一步爱来去做的吼。另外，咱嘛要讲到吼，这个中药商工会理事长吼，伊是讲吼，20年过去，政府拢无遵照着这个药事法啦吼。第103条这个内容去设立，咱讲中医学系啦吼，嘛毋捌举办着讲这个中药相关的这个国家考试，使得咱讲这个中药产业这个驾册啦，是讲考试啦、训练啦吼，也是讲用人这个制度拢无法度去落实啦吼，嘛无要发予这个传统中药商任何的这个执照吼，任由这个汉药的这个产业来去调零吼，这是讲吼过去咧这个汉药房咧cấp药啊的这个部分吼，医师你安怎看咧？即马有一个讲法是讲，即马合法的是药师会当有这执照，是，就是伊会当职业西药或者中药。所以这是药师，药师伊的训练的背景咧？训练背景，伊嘛有学习这中药相关课程，伊拢有。但是伊是这个西药底，较安尼讲会使吗？应该是讲西药学的比较多。OK。但是中药嘛有学，所以因只要伊有相关学分，伊会当职业这中药的部分来去检内的意思啦。就是讲伊会当去这中药房，伊的执照挂伫中药房做中药师主要职业啦，也是讲伊伫病院内底有中药局、中药局，伊嘛会当伫主要职业是以中药为主的。这是现在的制度。是。但是即马就是讲有一寡想法是讲，若是有一个中药师即个新的专业出来，是毋是搁较好？但是即马就是伫讨论当中啦，有无共的意见。OK， 这无共款的意见，可能搁要讨论真久啦。咱讲顶回咧讨论这个汉医变国医的这个时阵，咱嘛有讨论到差不多这个内容吼，就是讲这个汉医师这个训练，还是讲汉药师这个训练吼，其实可能这个西洋的这个药学，还是讲医学这个部分，嘛去学到啦吼。但是即阵真正爱较专门的这个汉药师、汉医师的这个部分吼，咱继续请教李师，你安怎看？以中医师工会立场来讲啦吼，阮提出的是中药师的制度啦吼。主要几个原因啦，就是讲即马政府来管理吼，咱中药的部分原则上是药师。OK。中医师即马嘛有会当做管理啦吼，就是调剂权的部分嘛是拢有。佫有一群人吼，就是咱的这个算是咱传的汉药房啦。对。伊嘛是有咧处理，但是即摆都是有一个问题啦，就是讲因为咱药师吼大部分拢是做
西药会较济啦。有影。啊，做汉药的讲实在是较少。想问杨老师，这款专家是国宝，这算是足少的。是。啊，所以变得讲你实在你诊所，你也是讲你做中医的部分，你要请药师来替你管理中药，迄是足困难的吼，因为药师啦吼，有影，是，因为伊大部分伊毋是做这啦，有影。啊，但是有一群人，伊本来就足爱做中药的，是。哦，但是因为伊无相关的认证啦，吼，学历就是咱中药商这部分。OK。所以咱这款中医师工会这本想法是讲，咱若是有法度吼，有一个中药师，吼，啊，这个中药师的部分会当互咱进前都有咧管理做了好的遮的人，拢会当来考。吼，啊，以后咱就有一个学系，吼，伊就是想讲咱一般来读大学共款的话，护理系毕业有个牌照可以考，吼啊，中医系毕业有个牌照可以考，药学系毕业有个牌照可以考，安尼他专业的部分进入国家教育系统，所以中药师的制度是这款想法啦。OK， 或者是讲，即马国家毋是无制度咧管理，但是这个制度咧管理的人。有专门啊，无专门啊。是啊，嘛无法度解决即马的状况啦。是。啊，所以咱提出这个制度，希望会当解决即马的状况。啊，但即马嘛咧讨论中啦。嘛咧讨论中啦吼。所以咱都来请教权威的，咱讲教授的这个看法啦吼，就是讲真正若要互这个较专门的来管专门的代志啦吼，这才是正办啦吼。伊即马是安尼啦，药啊的部分啊，民众即马咧食药啊了后呢。西药食了，搁食中药啊，所以有当时啊，你若无迄个药学的背景的时阵，有当一寡迄个问的方法啊，啥物注意的方法，可能唔知。哦，像讲迄个做注射共款，黄疸注射，你若讲伊摕黄疸互你嘛讲当做注射啊，但是你无提醒的讲这有毒安怎的一部分，因为即马台湾人啦，即马咧食物件。就是西药食了，搁食中药，搁食迄个健康食品，是，吼三项做伙食，啊三项做伙食，有当时会出代志，就是迄个内底的药啊会相拍 ，OK， 会相拍，啊就出代志啊。所以即马是台湾药师咧管理药的部分，你讲落中药的少，第一就是讲中医师讲啊，请药师第一，卡着物件就是薪水，薪水。上实际的问题啦吼，甲西药的薪水，这是足大的问题。OK， 吼，像我哋病院共款，因为起初的时阵，你就知影病院拢用绩效嘛，吼，你调节几张啊，我月底我就算偌济互你。啊，那安尼的时阵，因为中药你调节足慢的。是。啊，所以你若中药安尼落去算的时阵，大家药师拢甲西药的药师比较，可能甲因一半的薪水。OK。吼，所以病院为着讲要留药师伫咧中药局，甲迄个笔数会啊做单价提高，是，所以差不多中药调一笔是西药差不多4倍钱，吼，所以到月底的时阵，伊薪水就共款，吼，啊，所以我伫遐做主任做18档，走掉的人足少的，离职的人足少，因为大家都是拢伫遐。安定嘛，吼，因为薪水也甲西药共款，大家都挺落去做啦，嘿，所以我是感觉讲，有当时调节的时阵是要安怎提升伫咧中医诊所药师的迄个薪水，我感觉这是大代志，吼，第二就是讲中医诊所内底有当家己会处方用做这嘛，是，吼，可能对这个物件去做发展，可能会较好，嘿。有法度就是自费这部分，可能会提高诊所病院的薪水。OK， 自费这个部分啊。对，安尼咱有法度去解决。啊，无你即马咱迄个做拢总的执照，拢爱照考用嘛。啊，你无照考用发执照的时阵，可能会怪。是。嘿，做跳过嘛。哦，所以是毋是讲比照迄个做西药共款的，像医疗器材，较算大盘，啥物你要做会使，吼，可能爱药师来做一寡管理，来辅助来做管理，安尼的时阵可能较会
健全啦。是啦吼，嘿有影。即马迄个医疗器材嘛是拢安尼。是啦吼，所以咱就是想办法吼，这个制度会当紧落实啦吼。啊，其实咱嘛讲着吼，实质的这个部分薪水啊高好着啦吼。啊，其实这个病院也是讲诊所这个自费这个额啦吼，啊提升啦吼，这真正是顾着咱讲罕有医师，是讲罕有诊所这个上重要这个部分。但是咱讲回头转来吼，就是讲这回真正咱毋茫伊是这个个案，但是嘛是要提醒着观众朋友啦吼，真正来路不明的这个药品啊、偏方啊，真正无通过使用啦吼。啊，咱爱经这个 GMP 药厂这啦吼，啊外观这个色水吼，外观这个青笑的这个程度啦吼，拢爱去甲注意。啊，药材真正毋通放伤久啦吼，啊嘛毋通一概买伤济。另外就是讲吼，这个药咱头拄讲到，就是药啊，就是有这个3分毒吼，大家拢爱去认捌吼。啊，要去食药啊进前，一定拢爱有遵照着这个医师的这个处方签啦吼。咱嘛讲吼，真正这个药品都爱许可证吼，有这个系统来去做查吼。啊，伫卫福部才来去做一寡这个核准的这个产品，拢爱特别来去注意啦吼。所以咱真正毋忘这回，咱头拄看到是21个人吼，拍这个团体诉讼也好啦，也是讲真正对这个对早咱讲新娘。这个制药厂啦吼，真正拢是检调，爱继续来去侦办的这个部分。头拄咱讲的这个21个人去拍团体诉讼，其实还佫有真烦恼的人。咱头拄讲的检验这个人数，直直咧称悬，直直咧称悬。若是台中啦，咱看这个彰化遮嘛开始咧做一寡大清查啦吼。啊，希望这个清查这个过程，就重点就好啊。机会就好啦吼，啊，但是这嘛是一届真好的这个教育啦吼。透过这回这个案例，真正互大家去思考讲啊，这个医师你要有医德，唔那干那讲吼要拼这个有成效啦吼。所以今日非常感谢咱3位来宾做回来去讨论好嘛，毋茫咱这个汉药这个产业会当继续愈来愈好。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下回再会，拜拜。